3歲第一次游水，我就愛上咗同水接觸嘅感覺。到2000年悉尼奧運，喺電視機前面見到泳手企上頒獎台，我就決定我都要實現呢一件事。每日練習4小時，每個星期游足20個鐘，一年我有62400分鐘都生活喺水入面。但慢慢發現，無論我幾努力向前，都始終游唔過樽頸。被困喺1分8秒4嘅魔咒期間，每次浸喺水入面，無重感都會變成無力感，窒息嘅感覺逼我離開。以前喺水嘅世界，視線只係聚焦喺起點同終點。走上地面，每日帶住相機周圍影，鏡頭令我發現，即使係同一件事，都可以用唔同嘅角度出發。我特別中意一張我影嘅相，一個人喺海灘上大步向前，人雖然渺小，但就係相入面不可缺少嘅焦點。小小嘅人懷着大大嘅勇氣，因為呢張相，我得到鼓勵。明白到失敗可以係魔咒，亦都可以係禮物。我重新走到泳池邊，諗翻細個玩水嘅片段，嗰種純粹享受而參與嘅心情，令我再次有翻跳落水嘅勇氣。呢一跳，我好似跳咗入第2個世界，解除咗1分8秒4嘅魔咒。一個全新嘅紀錄，1分7秒69，令我可以代表香港出戰2016年里約奧運。更重要嘅係，我終於跳出框框，承受咗一個全新嘅自己。喺呢一刻，雖然我仲未可以企上頒獎台，但我有嘅係迎接下一步嘅勇氣，用呢一份勇氣陪伴我進入下一個挑戰，參加2020年東京奧運。